Carry on, carry on！歡迎大家，我係 Carrie 女。今日呢條片呢係我呢個 channel 養生 playlist 入邊嘅第一條片嚟嘅。之前有聽過我分享人生下半場嘅朋友，或者都已經知道呢，我而家其中一個工作嘅項目就係將一個醫療器材正式引入香港。咁所以今日呢，我係會同大家慢慢分享幾樣嘢嘅。就係點解我會選擇代理呢一個產品？點解要申請香港政府嘅醫療器材表列？乜嘢係 PEMF？ 同埋我代理嘅呢一隻牌子 Biomed 入邊嘅6個程式嘅設定。成條片呢，大約係有10分鐘咁長嘅。咁我已經準備咗一個時間軸，大家可以按照自己有興趣嘅部分呢，係直接跳過去聽嘅。不過喺開始之前呢，我係好想清楚咁樣講一點，就係呢一條片呢係產品資訊同埋我自己個人嘅使用經驗分享，並唔構成任何嘅醫療建議。Biomed 呢一個產品呢，亦都唔係用作診斷、治療或者預防任何嘅疾病嘅。咁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啲身體健康嘅狀況啦，又或者係正接受緊一啲醫療嘅處理嘅時候呢，咁你喺用之前係一定要先諮詢你嘅醫生。同時呢，亦都係因為每一個人嘅身體狀況呢都有唔同㗎嘛，咁所以用後感呢，亦都會係因人而異嘅。呢一年我發覺我身邊呢越嚟越多嘅朋友呢係開始重視運動同埋日常身體狀況嘅管理啊。咁有啲人呢係會去跑步啦、打波、做 gym， 亦都會有人呢係喺屋企設置一啲運動器材，方便隨時隨地咁樣呢係去做運動嘅。咁我亦都聽多咗朋友講，因為長時間在家工作啊，佢哋嘅坐姿同埋生活節奏咧未必好理想，咁身體咧就會容易覺得好繃緊啊，又或者係好攰咁樣咯。我自己咧大約喺3年前咧都係因為工作同埋生活嘅習慣啦，咁我嘅肩頸咧都係經常覺得好緊，咁影響咗我自己成個人嘅狀況。咁之後咧，有朋友咧係介紹我接觸呢一類嘅脈衝電磁場嘅產品，咁我自己用落咧就覺得身體上邊嘅放鬆感係比較明顯啦，咁所以我亦都將佢咧慢慢變成咗我自己日常用嚟做身體管理啊同埋放鬆嘅一個習慣啦。咁正正因為我自己真係用過，咁我就開始認真咁樣去理解呢一類究竟係乜嘢嘅產品嚟嘅。咁舊年我開始諗未來工作嘅方向嘅時候呢，咁有一晚我喺屋企用緊 Biomed， 咁就膽粗粗聯絡咗呢一間捷克嘅公司，問佢哋可唔可以呢係將呢一個產品正式引入香港。咁好彩啦，俾我真係傾到，成為佢哋大中華區嘅代理。之後我主動用咗大約2個月嘅時間，係自願向香港政府衛生署醫療器械科係提交產品嘅資料，包括咗技術文件、測試報告、性能說明、使用指引同埋安全資訊，完成相關嘅審視流程，成功咁將呢一個產品係為佢哋攞到香港醫療器材表列嘅資格嘅。我知道政府喺2026年底會喺立法會嗰度建議將醫療器材納入法定嘅註冊規管。我選擇咗自願提前去做咧，當中嘅過程雖然係有啲繁複，但係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反而係更加深入咁樣去了解同埋認識呢一個產品。我想特別清楚講一點嘅就係關於醫療器材表列咧，並唔代表政府係認證咗任何嘅醫療療效，而係代表咗呢一個產品嘅資料分類同埋使用說明係符合現行嘅制度要求，可以合法透明咁樣喺市場上面提供。咁乜嘢係 PEMF 呢？我想用一個比較清晰同埋負責任啲嘅角度去講嘅。PEMF 全名係 Pulse Electromagnetic Field， 中文一般係叫做脈衝電磁場。佢其實唔係一個新嘅概念嚟㗎。喺國際科研文獻入邊已經有唔少嘅研究係探討過低頻脈衝磁場對身體唔同生理反應層面嘅影響㗎啦。不過我想一開始就講清楚2點，科研係唔等於醫療承諾嘅。
而產品呢，亦都唔等於治療工具。我講研究背景，唔係想話佢可以做到乜嘢結果，而係想幫大家去理解一下點解有人係會關注呢一類咁樣嘅技術呢？例如喺部分嘅研究入邊，低頻 PEMF 曾經係被用嚟觀察同血液流動相關嘅生理反應、組織層面嘅狀態變化，又或者係同身體放鬆相關嘅反應嘅。而有一啲研究之所以會揀低頻，係因為呢一個頻率嘅範圍喺實驗設計上邊比較接近身體自然嘅節奏，所以係會用嚟做唔同層面嘅觀察。而另一個重點咧，就係 PEMF 唔係持續性咁樣去輸出嘅，而係用一個脈衝方式，即係有節奏、有間隔嘅呢一種咁樣嘅設計。喺研究入邊咧，通常係用嚟模擬身體本身嘅自然反應節奏，而唔係強行咁樣去刺激身體。再細分落去，你會見到唔同嘅設定其實就係唔同嘅頻率、脈衝闊度同埋節奏組合。呢啲全部都係技術參數，用嚟對應唔同研究場景，而唔係對應某一種疾病嘅。而 Biomag 呢部機，佢嘅設計重點正正就係圍繞住呢啲曾經喺研究入邊出現過嘅元素，包括咗低頻率範圍、脈衝形式、脈衝嘅闊度同埋節奏嘅控制。至於適唔適合某一類人，點樣用幾耐，一定係因人而異嘅，而都需要用得理性、清楚同埋有界線。所以我一直都強調呢一類產品唔係用嚟醫病嘅，而係俾一啲希望更加了解自己身體，又想選擇非藥性方式作為日常身體管理嘅人多一個選項。所以有啲人特別係關注日常身體狀況、生活節奏或者係循環相關狀況嘅人士，會將 PEMF 視為一種非入侵性、唔涉及任何藥物嘅身體管理選項。實際用 Biomag 嘅時候咧，大部分人都唔會有感覺到有啲乜嘢好強烈嘅刺激㗎。有啲人會覺得其實甚至乎係冇乜嘢感覺啦，亦都會有人咧係會形容身體嘅狀況咧係比較安靜同埋放鬆。咁呢一啲咧係一啲個人嘅感受嚟嘅，實際嘅體驗咧真係因人而異。PEMF 並唔係用嚟診斷、治療或者預防疾病啦。咁如果真係有健康嘅狀況咧，最好就喺用之前咧就一定要諮詢醫護人員嘅。Biomag 其實係有4個唔同嘅版本嘅，有家用啦、診所、寵物同埋我哋就嚟會推出專係俾馬匹用嘅版本。咁每一個版本咧都會清楚咁列明咗使用嘅對象啦，同埋部位嘅配件，咁係唔可以撈亂嚟用噶。Biomag 咧有6個內設嘅程式嘅，咁介紹之前我想講清楚嘅，呢啲程式嘅名稱咧係儀器內設咗嘅技術標示嘅名稱嚟嘅，係用嚟分辨唔同嘅頻率、脈衝節奏同埋輸出嘅組合，並唔代表任何醫療功效或者係治療承諾嘅。程式1係緩解疼痛，程式2癒合，程式3抗腫脹，程式4肌肉鬆弛，程式5血管舒張，同埋程式6代謝排毒。實際用嘅時候咧，建議係較短嘅時間啦，同埋較溫和嘅設定去開始，跟住再根據大家嘅感受咧去調整嘅。我自己咧就會根據我自己身體嘅需要啦，攰就揀節奏慢啲嘅設定。如果用完之後覺得精神咗嘅，咁就會避免係太夜嗰陣去用咯。由於呢一個產品係有電流同埋磁場嘅，咁大家要特別注意，尤其是喺官網上邊列作參考嘅個人情況，使用前咧係要先諮詢醫護人員。
自從我決定代理呢一個品牌之後咧，身邊好多嘅親戚朋友都會不斷 send 市場上邊其他 PEMF 嘅產品俾我，咁就會話其實 Biomec 嘅價錢咧真係比較貴，其他嘅品牌咧有英國啊、加拿大、中國製造嘅牌子啦，其實港幣6、7千蚊咧就已經可以買到。咁我每一次都會用一個圖表啦，去比較唔同品牌嘅磁場頻率啊、脈衝闊度同埋設計，去幫助佢哋理解當中其實究竟係有啲乜嘢分別啦。其實產品嘅選擇咧，真係好取決於大家需要深層定淺層嘅磁場設定啦，同埋最重要嘅係自己覺得冇壓力又舒服嘅價錢啦。其實而家上網咧真係好方便，幾秒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資料搜集同埋比較，所以大部分人揾我嘅朋友咧，都已經知道 Biomec 呢一個牌子啦。咁 email 得我嘅話，呢一啲朋友咧多數都係已經係想了解下呢一個品牌嘅配件嘅配搭啦，同埋同我傾下價錢咁樣咯。Biomec 有唔同嘅版本型號。而配件咧，亦都會因應使用嘅位置同埋需要咧，係有所唔同嘅。咁因為產品嘅配件係可以自由配搭啦，咁價錢亦都會唔同。咁比較熱賣嘅組合嘅配搭咧，係會有一部治療機啦、一張墊啦，同埋一個高頻率集中嘅治療器嘅。咁大約差唔多係港幣2萬幾蚊咁上下咯。希望今日呢條片咧係可以幫你進一步咁樣理解究竟 Biomec 同埋 PEMF 係乜嘢。如果大家對 Biomec 係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呢一個網址 biomecmedical.com 睇下啲資料先啦，又或者係直接 email 我 carrie.lui@carryon.fun。記住，大家喺選擇 PEMF 產品嘅時候咧，要先了解清楚產品同埋自己身體嘅狀況。經濟上邊咧就要量力而為，用嘅時候咧亦都要聆聽下自己嘅身體嘅需要同埋感覺。咁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